恭请周前理事所前道理事公、坤道理事公，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周前道理事。前面好，大家好，请坐下。今天我们大家很难得有这个机会，我们来参与这个启慧班。在这里，当然第一要感恩我们上天老母降导之恩，老祖宗的洪水，孙子孙母的大恩，还有我们各系和老前人，还有我们各系指导堂前人。还有我们各系成导的各位粉丝大德，尤其今天我们很难得聘请到一位宝光义山的一位名点文书今天来了两位点文书，非常的慈悲，一位叫王登福、翁丁国点文书点文书。因为这个我们今天跟我们要讲这个主题的这个蔡崇宇的点文书，还有他的夫人，在这里或者也仅代表我们义友圣堂所有的道亲、所有的同修。我们今天这个启慧班也非常的有意义。为什么要启慧？因为我们慧本来的智慧，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但是因为来到了人间，要出生转世的时候，一颠倒，就把本来固有的这种智慧被六术蒙蔽。什么叫六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术把我们的智慧开启了。就好像我们的电灯本来是光明的，但是你用六种颜色的布，黑青白黄的青包含，这个电灯还会亮吗？还有光吗？用六层的布，红青黑白这个电灯还有亮吗？没有亮了所以本来它就有光亮，但是被蒙蔽被什么蒙蔽？被眼、耳、鼻、舌、身、意蒙蔽，所以变成不亮。那不亮呢，就我们人为你的标准。我看到这个好的，我就说好；看到不好的，我就说不好。看到漂亮的，我就喜欢；不漂亮的，我就不喜欢。所以人的漂亮不漂亮，我是比方不要说你比较敏感。水果我追个水果，你到水果摊去买水果，不是苹果橘子都是放了一大堆吗？那我捡我的，你捡你的，他捡他的，其实所捡的都是同样水果，对不对？但是只是捡你认为这是好的，但是有时候你捡回去的水果是好的吗？不一定嘛因为我们眼睛看到的是外表而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因为有这六术的蒙蔽，将我们的智慧覆盖以后要怎么样？就无明明我们自信本来是光明的，但是不亮的，明所以人
你这两方的两方的人就讲会远的安尼啦所以因此我们的智慧被蒙蔽今天这个班叫什么？我们那个写的明德启慧班明德启慧班，什么叫明德？明德就是我们本来固有的本性，所以叫明德。因为它是光明的本性，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光明呢？因为受到蒙蔽，所以我们在大学里头去教育要怎么样？要明。上面那个明是动词，是一种修持的功夫，如车如切如走如猛，是一种功夫，让你把过去所有的黑暗污染去掉。所以我们是因为受到这个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术，艺术嘛所以这个这个术蒙蔽，因为六术当中，艺术是最严重的东西。艺术是什么？主宰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五术主宰。所以因此我们要转术为助，把术转回来变助。所以我们中国古代还没有佛教的时候，就用什么呢？就是用我们八卦里头蒙卦人生来到人世间就蒙了，蒙就是被覆盖的艺术。所以我们小孩子这个同蒙是蒙或者蒙，我不清楚我过去清楚蒙被蒙蔽，因为什么？因为被所有一切术给盖住，所以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在学习，在研究，所以这是启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一个启蒙所以我们过去因为没有天道普渡嘛所以我们去拜老师为师求老师教一些诸术，这是诸术，不是智慧，所以只有这个东西叫做蒙。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受到别人是一足点？给你开了什么？开了你的智慧。所以我们开了智慧以后呢，能够转术成智，是不是？所以转术成智，将来呢，假如一个人有智慧以后，你在人世间做术，就能够跟我们今天蔡点的是所要讲的和海家庭，和谐。还是公益的和谐家庭让一个家庭能和谐，我们就快乐、幸福、美满。所以在这里头恭祝各位今天的这个课程呢，应该是挺精彩的。尤其我们蔡点燃师呢是一个名讲师，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用心来聆听，给大家好好学习。祝我们今天的这个和谐家庭的经营能够快乐，每个人每个家庭身心灵都能够愉快和谐。谢谢各位。我们感谢周全人慈悲学道之功。坤道一之功，我们在这里。开始
请坐下啊，请坐下。